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2023台南购物节大摸彩，上大奖是1公斤重，价值超过200万的金装一地。只要甲去年7月初1到今年的3月初10，伫咧台南消费的发票甲收据，累积满100块，就有一届抽奖的机会。 2023台南购物节为了迎接台南400家台湾灯会活动，特别增加2月初5到3月初8，逐天拢推出1万块现金的抽奖，总共有100万，逐个月也有抽奖。市政府表示讲，登录金额已经超过64亿，离活动结束的日期也有个外月，所以讲提醒全国乡亲，伫过年期间会使到台南去看灯会、食美食。 最后的大奖是超过200万重1公斤的金装一地。到昨暝已经有64亿的迄个登记金额啊吼，咱嘛伫今仔日宣布吼，这个神秘大奖是黄金1公斤吼，1公斤啊，价值296万吼。 只要将去年7月初1到今年3月初10，伫台南消费发票甲收据登录到官方的网站也是 App， 消费满100块就会使有一摆抽奖的机会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